我哋一開始教人哋玩尋橋嘅時間，我哋要同佢講清楚，尋橋嗰個馬係由小念頭一個正確嘅小念頭馬去轉過嚟嘅，要玩翻咗小念頭所謂鉗膝、收腹、挺腰、提肛呢部分去練習一個好嘅尋橋馬。即係講，如果我哋嗰個小念頭嗰個基礎做得唔好咧，去玩尋橋馬咧，就變成咗咧就係做唔到最基本嘅要求。咁其實玩尋橋大部分都喺小念頭嘅動作配合腰馬步法去做一個另一個嘅手法嘅表現嘅啫。咁最主要就係喺玩尋橋嘅過程裏邊，第一要留意借助尋橋嘅腰馬去配合手法，所謂做到咧腰馬合一，呢個咧係玩尋橋裏邊最主要而且係最重要嘅一步。